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咱家里的边啊吼，跟咱们作为起立嘛，一起站立，我们一起要来唱这首诗歌吼。被救赎的百姓，来唱给我来。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已帮助拯救。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赞美主，我已帮助拯救。愿主救赎百姓的台语。万事不朽，百姓永远不忘主，我的家族真高。万事救赎，万事救赎，百姓永远高。万事救赎，百姓永远高。万事救赎，百姓永远高。主，我的家族真高。咱大宝将荣耀归于咱主，咱们来感谢，咱们声音啊，咱们来感谢，也要来承认咱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先用华语来一起来。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台语来，万国啊，就称赞上主；万民啊，就学乐伊，因为伊对咱都是大慈爱。上主的信息永远存续。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施恩教示我你的律法。咱要来学了这位上主赞美，这位上主是什么？大施慈爱，大施慈爱伊永远信实，伊赐了伊的恩典赐下他的恩典。咱呢？对都爱经文上的经文说什么？离开奸诈的道遵守真理遵守真理。你若无方便咱若较无方便会当坐落不要紧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感谢咱开声来祈祷，咱来感谢上帝风台天咱阁会当伫遮来学了，南部咧做风台咱今仔会当伫遮来说了，咱开口同声来赞美来祷告来。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因着神你的恩典，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因为上帝你的赐福，我会当三合伫遮来学乐，愿主你来赏赐福帮助我会当伫遮来学乐来敬拜，将一切感恩献上伫你面前，也承认阮的软弱亏欠，帮助阮离开奸诈的道路，我会当来到你面前。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了你，伫这个风台天，你有缘赐了阮平安。你知影阮今仔的需要，要来洗礼，要领受主你的圣餐，甲主同坐倒。阮感谢你，互阮有这个好的天气，拢是主你的恩典。愿主你来说，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无愿意有一人沉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救恩临到凡相信你的人。让我们在信的里面，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愿你赐福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你圣人的宝座面前，你就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愿主你的平安，这是享受伫阮内底祈祷靠耶稣圣名。阿们。请坐，请坐。好，我们要来祷告，求主来医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一起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主啊，你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互我的目睭无搁流目屎，互我的脚无搁绊倒。我要伫上主的面前，继续伫活人的地生活。上帝要赏赐的是平安，是永活，是永生，是盼望。互咱会通伫咱行的道路，虽然有软弱，免惊绊倒，免惊流目屎，因为伊会安慰，伊会扶持，伊会引带。所以你在这5方面，如果你需要长老为你来祷告，为着你来祈祷，为你来祝福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站起来我们的长老同工会为你来祝福我们邀请主在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各方面来掌权愿主来赐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需要坐着手举起来我们的同工也为你来祷告来，咱三甲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求你医治的大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医治，恳求你充满，恳求你赐福，恳求你帮助，让我们身心得以整全，让我们灵魂体得以兴盛。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谢谢你，因为借着你的道洁净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安慰我们。主，我感谢阿罗你，在你的厅内底，我三甲组织阿罗来敬拜，我也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伫这来领受你的救，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所愿主你施恩所医治跑棒，或者病痛离开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进入到神的同在。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引导、你的安慰、你的扶持，就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感谢你，我会通做伙三甲组织，同心阿罗敬拜，同心祈求。主，你就将迄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守住伫阮的中间。愿阮伫同心祈祷的时候，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平安，领受你的安慰，甲你的引带。愿主你供应，互阮到野各有春。我们所领受就是完全的满足。愿你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咱要为着主来守望来祈祷今天有圣礼典，也有受洗，也有信仰告白，也有小儿洗礼。愿主来赐福今天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要为主的圣殿，为主的百姓来守望。咱这回用华语来一起宣告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互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我伫危急的日，唔通面滑走，唔看我。求你耳耳孔听我，我求救的时，求你随时应我。神是随时听我们然后应答我们的。咱要为着咱家己，为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命来向神祈求。上帝恩典充满在咱中间特别有一位成人的洗礼，2位信仰告白，还有1位小儿洗有这几位最年长就87岁神没有弃绝哪一个人今天是一个福气的日，是一个领受恩典的日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神的同在我们也这个礼拜进入到圣经共读，我们有迦南之声，盼望我们透过每一日的灵修，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伊的话就是真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着第7区啦区长张灵兰组长康文会为着每一个组员奉主的名来祝福互因会通伫小组的团的生活，会通彼此伫遮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临在，谢谢你借着我们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愿你恩典充满降临在你的会中，愿你的话临到伫阮的中间，充满伫阮的心内，互阮会通领受加倍祝福，是因为阮遵守你的真理，阮谨守遵行你的真理，你的福气就要滚对阮，愿主赐福帮助阮，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俄罗你，伫这个圣的日子，伫这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伫这个得救的日子，阮要来俄罗你，愿主透过阮的俄罗敬拜，你的宝座设立，透过我们的赞美敬拜，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临在你的会中。愿我们能够向你献上感恩赞美的祭，也愿你将你的平安、喜乐、盼望充满在你的会中，充满在我们心里面。主，阮来感谢祈祷，也要透过今仔日，阮要用书读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阮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属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赐予我心佮忠信的心灵。咱做伙来吟诗，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请起立来吟全首。变成欢喜。
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用慈悲忍耐来款待阮，互阮无因为罪的缘故来灭亡。恳求主耶稣基督的真光来照阮的内心，互阮会当伫阿爸爸上帝面前来悔改。求你赦免阮伫心思意念顶面的罪，赦免阮伫所行所做顶面一切不义的罪恶。嘛求你赦免阮过去的日子有意无意离开你的罪。上帝啊，帮助阮，当阮悔改认罪了后，嘛愿你互阮有气力离开罪，无去犯错。求你恢复阮，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心思意念拢自神伫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诚心恳求，你用怜悯、慈爱、甲公义款待这个世界。愿阮为着面对妖恶战争的百姓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保护，互因脱离战争带来的惊吓。愿你的平安喜乐伫因中间，嘛求上帝帮助看顾受妖恶的人民，使了生产五谷菜色的需要的好环境，以及安定生活的环境。我嘛为着失去家园、无所灾难大的人民来祈祷，恳求主你保护，使互因安定的生活。上帝啊，我嘛为着这个国家的领袖来祈祷，求你互因无染三罪，保守因的心思所做所行的拢下伫你的旨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也感谢你过去保守看顾因带阮的教会。佮保护阮，使恩典互阮，求你帮助甲咱教会，拢会当行伫事工，拢会显明你的心意。嘛求你将新的神、新的眼光放伫阮的教会，中一当工每一个兄弟的心内，互阮伫执行事工的过程中间，拢会当同心合意，互阮的灵性得到更新。天父上帝啊，求你特别为了身体欠安的、离病床的兄弟，求你怜悯因、看顾因、医治因，对病床起来，教阮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服侍你。愿阮跟早起的敬拜，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圣灵的感动。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求，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文第30篇，启文第30篇就是诗篇121。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山对倒位来？我的帮山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要互你跋倒。你的保护者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心里做阴影，在保守你。日是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的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为所吟的诗歌是：这是基督身躯教会，这是基督身体和宝血。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撒母耳记下卷15章13到37节，撒母耳记下卷15章13到37。有人来甲大卫报告讲，以色列人的心归往押沙龙啊！大卫对遐个甲伊伫耶路撒冷的人神讲：起来，咱着逃走，若无咱袂当逃撇押沙龙，着赶紧走，才免伊连面对着咱，伤害咱，杀死城内的人。王的人神甲王讲：阮的主，阮的王所决定的，你的仆人拢要照安尼做。王出城，伊的家眷拢对伫伊的后面，只有老10个嫔妃过王宫。城内人嘛缀王离开，因行到城的最后一间厝停地。王的人神拢伫伊的面前行过去。所有的基利提人、比利提人，甲对家庭对以来迄600个家庭人，拢嘛伫王的面前行过去。王甲家庭人以太讲：你是安怎要到阮去？着转去我新王，你是外国人，对你的本土逃撇来遮，你昨才来。今仔日我家己拢毋知要去叨位，哪通互你甲阮做伙漂流转去？甲你的兄弟做伙倒转去，愿主用慈爱信息对待你。以太应王讲：我只因我的上主伫我的主我的面前就抓。王无论伫什么所在，你的仆人无论是活，拢会伫遐。大卫甲以太讲：好，你进前行，家庭人以太，甲遐个对伊的人，甲所有囡仔就拢过去。军队王的人过去的时，所有的人拢大声啼哭。王过吉伦溪谷。人民嘛过去，旷野的路行去，看啊，这是撒督来呀！所有对伊的利未人嘛，跟上帝约柜来，因将上帝约柜下伫遐。阿比亚他嘛来到遐，听后对城内出来人民拢过去。王甲撒督讲：你跟上帝约柜转去城内。我若得到上主的恩典，伊会互我转来，互我搁看到约柜，因放约柜的所在。上主若讲我无下于你，愿依照伊的意思对待我。王搁甲撒督讲：你敢毋是先见你通平安倒去城内？你的囝阿西玛斯甲阿比亚的囝约拿单拢通甲你做伙转去。我会伫旷野的渡口听候恁报消息，互恁。撒督甲阿比亚他就跟上帝约柜倒去，耶路撒冷，因就留伫遐。大卫对橄榄山的路上去，搁砍头烫正骹，哪行哪好。对伊去的人嘛，砍头上去，哪行哪好。有人报大卫讲，阿西多弗嘛对押沙龙伫叛党的中间。大卫讲：上主啊，求你互阿西多弗的计无落空。大卫就到山顶敬拜上帝的所在的时，阿基人互书拆里衫，角衫涂粉来迎接伊。大卫甲伊讲：你若到我去，会拖累我。你若转去城内，甲押沙龙讲：王啊，我要做你仆人，我以前做你老爸的仆人，但我要
安尼做你的仆人，安尼你就当替我破坏也是多佛的计谋。这是撒督甲阿比亚他嘛会甲你伫遐。你伫王宫所听到，就甲这是撒督甲阿比亚他讲，撒督的囝阿西马斯，阿比亚他的囝约拿单，嘛甲因伫地，恁所听到，就交代因来报我。对安尼，押沙龙入耶路撒冷的时，大笔的朋友护士嘛入城。以上。请咱同心来祈祷，同心祷告。主，你的话语要滋润我们的心，特别是在我们蒙受苦难的时候，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在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安慰、扶持、带领跟引导。特别上帝，你的话会通互阮的心神搁活起来。你的话，互阮伫患难中，将做阮及时的帮助。求你的圣神来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互真理会当将做阮的气力，继续伫苦难中来赢过。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兄姐，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你有伫生活中间有感觉到讲奇怪呢？这个病痛哪会见找拢找着我？这个病痛怎么会我得到？别人拢袂。停一个红车顶，我停红车顶，嘛有人车对后壁甲我弄，有无？有很多这些你很难料想的，那苦难拢会找着我，都不找别人。你真软弱的时候，你做拍拼，你很努力，想要能够转变什么，但是却没有看到转机哦。所以，当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面对好像这个万箭在临到你的时候，好像像身体病痛啦，身体的病痛、心内软弱啦，还有咧可能。伫你的经济，你甲人、甲厝的人关系破裂，拢在冲击咱，都是在影响我们哦。总是唔通放弃，上帝无气杀伊的囝儿，嘛无将伊的痛咱伫遮来稳重起来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中间嘛有外国来，从马来西亚来的，听不懂台语。牧师会用双语，用两种的语言，做伙咱伫遮来看，伫咱真软弱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咱要安怎来恳求上帝来帮助咱？特别伫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甚至会记得讲主耶稣疼你。伫19世纪，这个作家安娜·华纳有写一首真有名的诗歌。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的圣经。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啊！主耶稣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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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载的圣经。这个查某囡仔本来活伫一个真丰富的家庭，但是因为家道中落，
就是讲可能做生意失败，总是伊会通伫迄个苦难中、伫失败中，伊会通继续来挖靠上帝，持续来依靠这位上帝。所以后来他写这个歌词这个歌词的收纳于伊写一本小说叫做《Say and Seal》，就是讲你讲出来，互迄个话会通刻掉伫你的心内，将这个话，互你伫你的心内知影讲，主耶稣爱你，主耶稣听你哦。无论你拄着啥物款的困难，拄我问家珍查某囝车祸，即摆状况安怎？伫复健，爱医美，所以一个查某囡仔爱面对着即款的病痛，面容的伤痕，很难呢。怎么去面对？所以这首诗歌在写的时阵，后来有人甲谱作曲所以咱拄仔咧唱的讲主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我知命了，因为有记载伫圣经主耶稣听咱。这首诗歌安慰侪侪遐个上战场伫战场中间面对迄个死亡面对着迄个困境的时阵，真侪人因爱伫迄中间可能面对死亡。这首诗歌咧唱的时阵，咧描写讲，拄当伫对一位囡仔面临死亡的时阵，伫遐为着伊来唱这首诗歌。今日咱看大卫代表王，伊本来做王但是咱看伊面对就是伊的亲生囝，他的亲生儿子要杀害他，要背叛伊。伫希伯伦伊当初时做王的时阵伊伫遐上帝膏抹伊伊的囡仔押沙龙用无正确的方法，用不正当的方法然后要在那边自立为王所以代表王伊面对囡仔要甲反叛，面对要甲杀害。面对伊的他的参谋伊的参谋安怎背叛伊，搁有咧亚斯多佛伫迄中间佫出计谋，叫伊的囡仔着爱安怎侵占伊的即个嫔妃这是乱伦的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大必伫走路，这是第二遍走路第一遍的走路，大卫第一次的逃难是什么？扫罗王、色勒王甲你边讲色勒王要杀伊啦。迄算伊的丈人咧。这一次咧，家己的囡仔，哇，情何以堪？所以，咱看讲伊伫走路的中间，在逃难的过程当中，他对上帝还是有信心。他说：“我如果在上帝的眼前蒙恩我若伫上帝面头前得有恩典，我会通过倒转来到伫上帝的会幕，伫遐来敬拜伊。所以，伊拄着苦难，伊真知影，他很知道说我如何亲近神，我亲近上帝来帮助我，互我会通面对着我所面对的患难，面对我人生的苦难。兄弟姊妹，可能你即马拄当正面临这一些的苦难。如何去面对？你安怎去面对？面对以后的医疗，面对内心创伤的安慰，面对你经济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你要安怎去面对？面对着可能咱的家庭有安尼冲突的时阵，有关系的破裂的时阵，你要安怎去面对？很难的所以人讲家家有本每一本拢无好读啦总是咱有看讲伫耶稣基督内底，因为你信靠这耶稣基督，互你的生命会通改变会通修补彼此的关系所以比如讲过去可能看是亲人可能关系较疏远，总是因为信主了后，
非常的亲密，因为有主的疼三甲伫这中间。今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这段的圣经，在如何胜过苦难的秘诀，第一个就是认识与人同在。这位上帝哦，无管你是真风真车呀，你真顺遂，还是伫这逆境当中，在病痛当中，他都是与你同在的上帝。甲你的边仔讲，伊是甲你三甲同在的上帝。伊要享受哦，你有救恩哦。第二就是讲，咱面对伫即款的苦难的时阵哦，你安怎坚信上帝，伊会保守。即使是在患难当中，正如保罗先生讲：“我写时软弱，我何时软弱？我靠主何时怎样得刚强？我什么时软弱，我可以，我就溃烂啦。”伊知影你的软弱，伊互你有够业的稳定。所以今日咱透过面对你的苦难来的时阵要安怎？咱如何去面对哦？面对着你家己的孤单，面对着亲人的陪伴，面对着可能好朋友、知己的朋友伫迄中间甲创空，所以伫遐咱有看讲这段圣经咱来读第一个来，有人来甲大必报告讲，以色列人的心拢归押沙龙，拢归押沙龙呢。伊本来我是做王呢，官柄伫我的手中，权柄在我手中呢。但是儿子夺权了，所以报信息的人就来到伊这中间，咱做来读来。有人报告大卫说，亚希多弗参加了亚撒。伊个参谋，知己的朋友，伊敢要是知己忠实的朋友，情何以堪啊？所以伫遮头前甲笑笑的，后壁甲安怎？创空啊！所以伫这中间，大必伊爱面对着伊个人的孤单，伊爱走路，伊爱离开着迄个真疏爽的王宫。第二，咱来看讲，面对头前的路，要走去倒？对个人以太啊，我要对你，伊讲哦，恁转去啦，恁这外国人哦，但是真忠心嘛，很忠心的哦。我就是要对你啊，过去已经对伊。过去的日子年日哦，伊伫遮咧面对着啥？面对着伊过来的日子要去带队，拢唔知哦。民事来读来，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爱。你看大必哦，真正伊真体贴人哦。我头前路毋知安怎行哦，恁转去啦，恁转去，莫对我安尼漂流，莫对我无所在通徛起。大必的心境，我想虽然面对暂时的陪伴，但是后来咧，真侪人有缘甲伊相同在念伊咱看，还佫有伊忠实的朋友后台，还佫有撒督这个祭司啊。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面对毋知影路的前途，有当时咱若无耶稣，咱毋知影讲未来咱的前途渺渺，你知无？但是因为你有耶稣伫咧，你知影100岁年后以后你要去啥物所在你知影你有一间天顶的厝啊。总是若无耶稣来引带咱咱毋知啊，茫茫渺渺要轮回到底啥物所在？我要在6道轮回当中哪一道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兄弟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耶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他就是什么？真理啊！真理就是真的，就是帮助咱，互咱会知影讲，原来我的身份会当改变，原来我可以改命改运，是因为耶稣基督。今仔说咧，是因为认捌这位真理的上帝，所以也改变你的命运，也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人生的命运。所以，即使是在面临死亡强要离开这个世间呢，总是会通掠掉。我想这是上福气的大必伊虽然毋知影头前的路，伊还阁替别人想所以咱恳求上帝的帮助，也伊家己爱面对着迄个内心的痛苦，
伊上橄榄山的时阵，安尼哭啦，三恢复啦，哪哭三恢复，然后伫迄中间有朋友甲伊三甲亲近哦。咱看讲，如果14章33节底下14章的33节哦，伊后来因准押沙龙倒转来吼，因为约押用计即个互伊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总是大卫哦要见伊的囝无？无爱啦，几年啊？2年啊，3年？真久的时间，伫迄中间无要见伊哦。你若读即个圣经哦，押沙龙嘛性地无好呢，去见约押，甲人讲叫约押来见伊啊，约押无爱啊，怎啊放火烧伊的田，你知道？哦，互伊家己来找伊。约押气噗噗的，所以押沙龙伊的性地真歹，佮真残忍哦。所以伫迄中间，我想用无共款的方法要处理迄个官兵，上帝无欢喜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代表伊虽然暂时的啼哭，面对着迄个囝儿哦，他的儿子还跪在地上的亲吻这样哦。大卫赦免他，下面伊啊，但是你要看，公于心计啊，城府很深哦。所以表面啊，总是内在的却是安怎？有迄款的无好的念头，所以后来咱看讲，伊的好朋友出卖伊，伊的亲人背叛伊哦，所以佫有遮个有真侪遮百姓去杀伊，有这些民众离开他，本来是拥护他的，会记得咱看讲伊抬赢遮对调的时阵吼，扫罗抬死或者扫罗杀死千千哦。然后大卫杀死万万哦，所以伫迄中间了啊，真侪人真嘛，就是讲拥护伊哦。但是这个时阵，咱看讲亲人陪伴，好朋友伫遮来创空，过来咧，伊的嫔妃去互伊的囝儿困去安尼哦。所以伫遮咱有看情何以堪哦，内心要承受这些苦痛。当你拄到这侪困难的时候，你的心艰苦是要安怎透啊？要安怎透啊？伊转变一个真要紧，我若在主面前安怎蒙恩，这是一个转变你苦难真要紧的秘诀哦。我若在主面前蒙恩，表示他跟上帝之间，伊甲上帝关系好无？不管伊顺事。不管伊犯罪的时阵，伊随时改变悔改哦。伊悔改来到主的面头前，我承认，真是拄师父咧祈祷讲，来帮助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呐。帮助咱有换心正直的心，我若伫主面前会通伫遮来得到恩典，所以的确会通得到伊的保护。真有名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吼。伊带我，伊互我倒伫青翠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溪水旁，表示讲，伊会通伫遮真平安。检测伫外口有遮的豺狼，总是有上帝保护。咱来读这个华语的吼，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惧。其实这段圣经就是咧描写伊即摆处境哦，伊即摆处境哦。所以伫遮押沙龙的陪伴代表被逼，他被迫逃离耶路撒冷。大卫亡命天涯，许多人的真面目就显露出来。患难是人性的试金石啊！哦，所以人讲哦。夫妻本是同林鸟，然后大难来时怎样？你背你的，我走我的，然后所以很真实的哦。如果是有这样信仰，可以在患难当中彼此来扶持哦。所以面对群众归顺在他的儿子，他心里面真的很难过。但是呢？因为有主成为他的帮助，因为主来帮助伊，会通面对这个陪伴，
面对着这个好朋友甲创空，他也不用抬走约柜来表示上帝同在。他知道上帝不是被限制，亲像咱进前咧拜拜讲，这位神无互你限制伫迄个神界桌顶啊。如果这位神是让你限制在神桌上、神龛上，那这位不是神，他是无所不在，伊是无所不在啊。你去美国，耶稣伫遐无？你去以色列，耶稣伫遐无？无所不在。所以咱的上帝，咱要敬拜就好好啊敬拜。今仔日有人讲你信耶稣是安怎背教？我讲毋是，是认主归宗。我有寄一个神州忏悔录陈英杰伊在讲华人的历史，尧舜禹，因咧祭天就是咧敬拜这位上帝。所以在尧祭或者是说在那种祭祀的过程当中伊在讲人为什么无要忏悔，无要敬拜这位上帝，去祭祀人啊，去祭祀这些人所以回到华人的信仰精神，其实在祭天就是在敬拜这位神。你可以 Google《神州忏悔录》这部片子，我觉得很棒。从历史，从整个华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其实过去一开始就是在敬拜这位上帝。对空主、道主、真侪这上书等等里面，其实都有提到。拢有提到着这个上帝，这位信仰所以今仔日咱看讲，伊需要的是因为上帝甲伊三个同在，所以伊无挖靠着外在这个约柜，所以讲你讲等于，我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伊安那拍赢歌利亚迄个歌唱大汉的伊知影伊安那拍赢这个豺狼，是因为有这位上帝甲伊三个同在。第二，咱看伫信心的过程中间，信耶稣毋是袂拄着困难，袂拄着病痛，袂拄着灾难，总是耶稣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有平安啊。在苦难当中，你若挖靠我，你会通赢过，甚至会通有坚定的信心来跑走这个天路。所以大卫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他蒙头赤脚。他一面哭一面走上耶路撒冷旁的橄榄山。橄榄山是一个敬拜上帝真要紧的所在，是一个基台搁活的所在，是一个耶稣伫遐安怎面对着这个征战，伫遐互人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交陪。所以伊伫遮讲，我的敌人是遐尔多，我的敌人何其多啦总是上帝，你诚做我望赞，咱做来读来。上主啊，我的对敌遐多人起来攻击我，因对我讲，上帝袂帮助你。毋过上主，你是保护我的盾牌，我的鹰哥，你互我的头壳也会起来。我出声求救上主，伊会对伊的圣山。这是大卫伊面对着这个陪伴好朋友伫迄中间陪伴，伊安怎伫遮来宣告讲，上主甲我三同在，上主会回应我。顶礼拜四到伫病院来为着这个元芳姊妹来祈祷，真少年57年厝承受2个癌，伫迄个癌末，怎么去面对啊？上次我在聚会当中，我有说到家里带他们夫妇决志这次在长庚，在病房当中，神很奇妙，本来2人绑处理长老就说牧师他已经大概走到生命的尽头，说可不可以为他受洗？他愿意，所以愿意所以我就确定了有意识不？有没有意识？人像顶回我讲的
牧师啊，你替阮先生来洗礼，讲好啦，啊去哦，啊都无啥物意识啊，啊无我讲，啊你若有听到吼，你手小动一下，真正带一个呢。但是后来护理说，伊即摆情形拢安尼，随时带一个。兄姊妹，我真无爱咱伫迄个要带毋带，然后无啥物意识，啊叫牧师甲洗礼。我真以后就拢念伊，就是徛咧，我会问爱有无？袂无。要接受耶稣，讲做你性命救，要不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啊？元芳姐妹哦，我就问她，你知道我们去的时候眼睛都没有张开，妈妈在旁边呢、啊。我们一去啊，妈妈就跑去厕所先哭一哭啊，她不舍她的女儿。你知道人最悲惨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透过我们在洗礼的过程当中哦，甲洗礼哦，哇，这位妈妈讲啊，家己的查某囝，你有福气啊，你要去的所在吼，上帝爱备办好势哦。我用马可福音16章16节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信啊会通伫遮洗礼，就会通得到救。咱做来读来，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来领受洗礼啦，会得到救；无信的人就定罪哦。伊用最后迄真大气力，你有没有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伊用应答，很软弱，但是又应出来。我想在场的长老，也是姊妹，拢有听到，真无简单哦。本来前一暗无迄个单人房，但是竟然晚上通知11点多，有单人房。即马中间是还袂通探病哦，但是副理长是基督徒啊，还有准备一间哦，袂共吵着。所以神的恩典多大，天父上帝恩典啊，真正大。我们可以寻求他的医治，即使是面临死亡，我们知道何去何从，咱知影要去什么所在。因为耶稣已经清楚人讲，我去甲恁备办所在，若备办好势，我就要过来接恁倒转去。他有这样的应许，他有死过，他有复活，他才可以给我们未来。你去 Google 人类的历史，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弟兄姐妹、兄弟姊妹，我们看到大卫他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他知道唯有主能够医治他的心，安慰他的心。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说：“耶和华，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互迄个感觉讲真好的计谋来变作愚妄吼，变作愚妄。所以伫遮咱看伊追求这位上主来帮助伊，伊也透过敬拜、透过敬拜、透过祈祷，伫遮来领受。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在病痛，你在无路可走，你在经济困顿，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你免讲很长篇的祷告文，亲像阿妹这样，阿门。我讲加一个耶稣救我，耶稣帮助我，耶稣上帝拯救，耶稣要医治你，要拯救你，阿门。诚心所愿，就是讲，互我恳求的会当诚心所愿。所以大卫借着祷告，借着敬拜。咱来读台语来。大笔上到山顶敬拜上帝的所在时，亚基人互他拆二衫，头壳染土粉来迎接。伫迄个真哀伤，家己伫敬拜中间，嘛有人做伙斗阵参与陪伴伊、鼓励伊。所以今仔日你行伫这个信仰道路，无孤单，你不孤单。因为有神与你同在，有同性的弟兄姐妹与你同在，在代祷当中帮助你、扶持你，让你知道这位救恩属乎耶和华，这位是救恩的神，
这位要拯救你直到永远的，这位要享受你平安直到永远的上帝，拢甲你三个同在。你随时可以跟他讲话，随时透过祷告祈求感谢，他就将出人意外平安赏赐在你当中。耶稣讲：“来，既然劳苦担当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管是平安还是永恒的安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都赐给我们。不要只知道啊，要有行动。唔敢若知，遐讲我袂，主啊，我袂，伫苦难中我要倚靠你，这条永远的道路我袂。当你知道吗？你在宣告讲我要，我信，我愿意，在灵界当中都知道你的身份，你是上帝的王子、公主，所以这个身份的改变，就改变你的命运。愿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这个过程中间，伫洗礼，要哪帮助咱来赢过。我要邀请咱坐下就好，咱用首诗歌来回应。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再来一次来宣告宝贵十架，宝贵十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用你的永恒的爱来吸引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面对背叛的时候，在我们面对困顿的时候，在我们面对可能人际的破裂，在我们面对内在心理上的忧郁的时候，主，你的爱不离开我们。你伫十字架顶为着阮付出代价，为着阮开一条佫新佫有毋茫的道路。看上帝样佫除去世间人的罪，因为你为着阮流血。因为你为我们流血，我们不再用牲畜来祭祀。因为你的罪除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一起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
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你。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真理的话语充满了盼望，真理的话语充满了安慰，真理的话语充满了力量。谢谢耶稣，在真理里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盼望的人。真理不但叫我们得到自由，更叫我们真多有唔望天国的子民。愿上帝你是阮祝福，帮助阮，互阮伫你的同在内面，无论伫什么困境的顺境，阮拢感受到主你的听，你的圣手在扶持阮。感谢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这是见证成人的洗礼，咱来吟圣诗354首第一节、第二节。在吟诗的时，请录音阿美姊妹来到伫头前哦。好，安尼徛就好。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高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声又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安尼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若主咱的上帝所要敬重的人。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嘛要安尼对你讲，你着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会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结连伫耶稣基督。当你要洗礼，请阿美姐你伫众人面前、甲上帝面前注意来听来应答。你有要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无？有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无？有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有无？杜林阿美
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上帝永远的福气临到你，也因为你一人的信主，全家族嘛有福气，有盼望要来得到这个救恩，当得福音的好处，也有你的心灵勇行，灵魂体形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圣。可愿你的神、你的魂、甲你的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我来宣告：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做伙来祈祷，同心祷告。全能阿爸天父上帝，你爱万人得救，无愿意有一人沉沦。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没有得到你的救恩。我感谢你。我如恁阿姨姊妹伫即个年会会所大的时，有缘会通伫遮来认捌你，对过去所敬拜的神明，到伫认捌迄个第一大上帝，认祖归宗，回归本源，拜着迄个上大的，阮就免烦恼遐个其他的祖先拜无着。主啊，感谢你想出这个救恩，互有福分，成做上帝你的宝贝查某囝，你成做伊的天父，你伫耶稣基督内底所应允的，也拢要归伫伊，所以心性灵勇行，坚定的信心，无受到身躯，无受到这病痛，无受到环境的影响，也透过伊会通成做这个家族大大细细，这干那孙等等遮的家族的一个福气的管道，愿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咱挖过来吼，挖过来，咱请小会员伫遮来接纳。来，你握手。感谢主。教会呈上伊洗礼证书，来看下，看下来。那个，来阿伯，这个 ，OK， 好。这来注定，你到我的厝边咧，哦。来哦，这孙哦，好，来贵妃姐你先，来，好，贵妃姐你先迄个吼。哦，这阿孙啊吼，阿孙爱甲阿嬷吼来信主吼，
好来，因这个孙啊，甲伊个细汉囝咱个组长啦组长甲伊这细汉囝会当同直福音的口罩，口罩。好，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来这个家族啦来嘉琪这是嘉琪的外妈啦好，咱拍鼓甲伊祝福好，回座。好，请坐请坐可以。我讲伊会使行啦，较接行的就较活动咱要来信用个别来吟圣诗354首354首，第3节到第4节。请2位要信用个别的。阮得着帮咱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恁2位已经伫他教会来受洗礼，今日要透过信仰个别来加入伫迦南这个大家庭，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如金灵、陈香珠。恁已经受洗，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他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也互恁会通伫遮领受来信靠伊。即马恁要委身伫即个教会，也透过信仰个别重新誓约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来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父的爸面前要来认伊。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恁2位注意来听。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恁已经伫他教会受洗礼，即时恁家己来做信仰的个别。委身伫迦南的大家庭，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三个祈祷，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爸，阮的上帝，你伫逐世代、逐所在竞选人。成做你的子民，
三甲组织学了敬拜。你也伫58年前来设立迦南教会，互阮会当伫主你的肢体内底同信、同欢喜、同敬拜。但愿主赐福因两位神伫即个大家庭重新誓约。愿主赐福，互因所誓约是教育伫遮来应允，教育伫遮来遵行。遮主你所要赏赐的福气，就伫耶稣基督内底来赏赐互因。愿主赐福因，愿主坚固因的信仰，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请向后转吼，小员来接纳。欢迎哦。上这个信用cấp的证书。来，你先。好，恭喜。等一下。来，好，都，小组长哈，来，可以。来，好换，等一下，可以，来，小组哈，来，参加小组的好处就是有吼，这个礼物哦，到他的家人吼。好，伊个迄个厝的人还未信主，伊该信吼。来稍等下啦。本来吼要去汤教会计程车司机吼，甲载讲着食啦，食较近啦，吼，我就叫伊落车啦吼，所以就来安尼吼。好了，好，你先回坐来，好，你可以先回坐啊，一晨你离上帝不远哈，妈妈站中间，啊。好，这是佳琪的妈妈啦，这个小弟哦，你离上帝不远哦，咱来消息说咧吼，吟圣诗352首第1节、第5节，请来一响简洁。
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一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虽然我们的幼儿不明白这些事，但所应许的要归于他们。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后裔，上帝以洗礼带他们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归属基督，成为他的百姓。今日你的幼儿要受洗，你必须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来告白你的信仰。所以请你注意听哈，一翔注意听，来回应。你是否信上帝作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圣灵作为你的保惠师？你必须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教养你的幼儿，以祈祷还有好行为来养育他，让他的所作所为都能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是否愿意如此遵行？愿不愿意？愿主来赐福你，还有你的儿女，帮助你坚守这约。简洁，我用水给你洗礼，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愿上帝赐福你有属天的智慧聪明，让你从小到大有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成长，直到坚信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些幼儿简洁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参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简洁的母亲还有众亲友亲自作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你。一起来祷告，这位来祈祷。全能永在的神，赐下恩典，不禁止孩子来亲近你的上帝。你愿意将一切的福分在基督耶稣里也赏赐给这些小孩，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愿他们能够保持心里面的纯真，在他们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理教导他们走在神你恩典之路。愿你赐福想翔还有维婷，他们能够用信仰来培育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到老不偏离，不偏离神的恩典，神的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来，简洁拿着，这是你的，来，来，来，好，这个给你哈，不用还给我。来，好，介绍一下这阿公、阿妈，哦，还有哥哥哦，哥哥简单哦，那个弟弟简洁啊。
好，咱拍手给人祝福哦。可以吗？好，请回座。我们要来预备领受主的圣餐。咱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伊的教会陪餐者，咱会当三甲来守主的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坚信，请暂时不要接受这个饼跟杯。如果你刚才受洗了，你可以一起来领受这个饼跟杯，或者是我们过去已经领受这个信仰。请我们注意来听主耶稣向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话。主耶稣说：“恁囡仔着我担当的就跟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同在。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囡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来祝谢，咱也照安尼来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拍破你的石盘身，互阮会通秘伫你的内面。主耶稣，你是对死过活的主，所以互阮有毋望。主耶稣，你是互阮伫劳苦重担中间，真做有安息的所在。愿主来祝福，互阮会通伫遮做领袖，一同领受主的杯、主的饼，让我们一起反省我们该认的罪，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谢谢主，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学员伫遮来服侍。
主耶稣说：“这饼是代表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事，为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你如果拿到饼跟杯，你可以祷告。有病痛的主啊，你的宝血医治我，帮助我，扶持我。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为了就是洗净你的罪。所以你可以祷告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也可靠主得洁净、得永恒的恩典。如果你若客到的时阵饼甲杯，你就祷告吧，向神求。我们这些可能还没有得着信仰的，还没有领受受洗的，牧师也祝福你们，尽快的可以同得福音的好处，领受永恒的赐福。还没有喝，还没有喝你先拿着哈，你先拿着，你可以先试着把那个杯打开哈，那个葡萄汁，这是葡萄汁哈，小心哈，小心，慢慢点哈。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杯哈，这个杯。把它撕开，预备好。等一下牧师会讲哦。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一个新的恩典之约。”是一个应许之约，靠着耶稣，我们可以称天父上帝为天父哦，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是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最后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这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记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
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代表耶稣为着咱老的宝血用葡萄汁来代表。咱特别食啉的时，就用感恩的心来纪念伊，做伙来领受。咱食了后，伫咱的椅第一排吼，第一下拢有茶啊，咱会当团来放伫迄个垃圾袋吼，会当团一下吼。恁特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同在，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咱搁一遍三角来祈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替阮付上的代价，互阮袂通做啥物的，竟然会当成做恩典的护士。愿主祝福，互透过这杯甲饼，反省阮的信仰，行伫主你的真理，会通成做有福分的人。祈祷，搁耶稣的圣名，阿免。